我给你做。谢谢。思辰，这好像不是回家的路啊。我们不回家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世界的尽头。到了。这里为什么是世界尽头啊？小时候有一次，我和我妈吵架，我离家出走了，然后我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这里。这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就是世界的尽头。我也不知道世界的尽头在哪儿，所以就只能带你来我的尽头。快看！你是怎么正好计算到这个时间呢？我也是那次意外发现的。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、挫折，我就会来这里，玩这种无聊的游戏。思辰，辛苦了，以后我都会陪着你的。生活里本来就是有很多我们无法掌控，也无能为力的事情。在遇见你之前，这件事应该算是我能掌控的。时间久了，就有足够的勇气回去面对那些问题，就当充电。那我来给你充电。这一次的事情麻烦很大，不充满电很难应对啊。没关系啊，应付不了呢就不应付了。反正呢，我还有 CC 的收入应该可以够我们俩普通的生活吧？啊，不行，你有一些昂贵的爱好，比如说手办，但没关系，手办也可以不用放弃，我可以给你手工制作，我给你做。谢谢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就要你。